有冇諗過3個鐘頭可以去到北海道，價錢仲可以500蚊內？起身搭到早船，仲可以睇埋日出。同大家介紹呢架往返青森鹹館嘅津輕渡輪，航行路線會由青森碼頭渡海過去鹹館碼頭。航程大概3個鐘頭左右，一朝早5點幾我已經到咗碼頭。呢架津輕小海豚已經停咗喺岸邊等緊我。喺呢個碼頭揸車登船係用自助形式，十分之方便快捷。只要你揸部車埋去，俾個 QR code 嚟嘟一嘟，就立即顯示你買咗個船飛，之後再撳掣叫佢編出嚟，你就會得到4張飛，包括有船飛、上船行車證、receipt， 停泊喺指定位置，等待工作人員指示，準備揸車上船。由於係最早嘅航班，所以得我哋幾部車上船，泊好晒車就落車，攞齊行李上船。上到去大堂，會有工作人員指示你船飛嘅位置。我坐嘅地方喺船頭嘅梳化區，一入去，所有梳化位置都係面向船頭，俾你望住船頭好靚嘅海景。只係坐3個鐘頭左右，我覺得坐梳化呢個位置係最划算，只係加多450yen就可以躺平，好舒服咁瞓喺度，又可以睇埋日出，仲有一啲免費共用空間，除咗鞋就可以隨意攤喺度，仲有2種收費空間，遊戲室嘅設備大多數都係俾小朋友玩，大人就只係得啲老虎機可以玩下，仲有得儲印仔，日本最興嘅，周圍都有得儲，玩到肚餓可以落翻個杯麵或者叮啲嘢食，食飽先再落船去開青森縣。有想去埋鹹館同埋北海道或者自駕遊周圍去下，不妨可以考慮下呢個方法，平靚正啊！完。